Fun and Adventures 包含4本互動式圖畫書、4套活動卡、米奇互動學習筆同埋米奇魔法師布偶。用學習筆點觸書本上面嘅圖畫，就會發出聲音。使用學習筆進行問答比賽同遊戲，聽聽孩子嘅答案同埋學習筆嘅答案係咪一樣？答錯咗都唔緊要，米奇互動學習筆會鼓勵小朋友唔好氣餒。答啱嘅話，米奇就會稱讚孩子嘅表現。米奇會依照小朋友嘅答案做出唔同嘅應對，係個值得信賴嘅學習夥伴。書本同互動卡嘅內容與迪士尼美語世界嘅4種顏色相對應，相同顏色嘅產品同書本嘅內容有緊密嘅聯繫。一旦熟悉咗產品裏面嘅故事同歌曲之後，喺使用 Fun and Adventures 書本同互動卡，就能夠更加理解其中嘅關聯同做出互動，將會十分好玩。